后来乡亲啊，早起一透早，互艺界规个喊话消息。真出名的艺人罗佩莹，昨昏发现死伫台北北德楼的工作室，讲已经死超过2天，享年59岁。死亡的原因还佫解剖尸体才会知。伊本地是打算后礼拜12号要来过伊60岁的生日，即写是卡里的59岁过未过咯。伊雄雄过身的消息，互业界的好朋友拢真着惊。若讲到这个罗佩莹的人生是相当的传奇，伊出生伫个大户人家，无顾到父母的反对，进入到演艺界，捌甲所有的西客总陪了了，尾也佫靠着买厝投资赚袂少钱。伊坚持不爱结婚，不爱生囝。虽然伫个演艺界并无代表作，但是却是一个同人知、知名度真悬的艺人。人拢叫伊东区罗大姐艺人罗佩莹，突然间过身去。拜伊应是罗佩莹的好朋友，因为足侪工拢无联络啊，所以去找伊，才发现讲伊倒伫眠床顶悬已经死亡。警方研判死亡时间已经2天。罗佩莹这个月12号就满60岁啊，原本已经约好讲要庆祝伊生日，但是却过身去。好朋友听到这消息，嘴开开拢唔敢相信，嘛总唔甘的。伊的一生会当讲是活了真水气佮漂泊。本名叫做罗碧玲，家境袂歹，哥哥是有名的诗人罗青。少年的时阵去学周游，引入去演艺界，捌伫华视演过单元剧，伫歌厅上嘛真有名。来看我姐，跟我姐搞嘞，跟我姐搞嘞。秀场工地小，互罗佩莹赚袂少钱。33岁迄年投资去用骗你，钱拢赔了了。公司的，我这边拿了200万还是300万给他。我根本股东名册上面都没有我的名字，就跟我讲钱不见了。了后，伊爸爸个指点买厝投资，财产有3亿，行情真好。伊嘛坚持为结婚为生囡仔，捌和少年外国人交往过，生活真自由，个性嘛做阿萨里。有的时候有点崎岖，所以他后来索性就敞开心胸，就他不结婚了。罗佩莹个性真直，朋友真侪，最爱闹热的，无想到讲离60岁生日进前，雄雄过身，互大家拢惊到。